很胡志明呢5間粵式洗頭鋪真係千祈唔好去，試過之後你返到國內啲非法鋪就再都入唔落去。價錢牌同地址已經貼咗喺後面。第一間 Win Barber Shop 千祈唔好試，30幾蚊人仔包你洗頭、彩耳、修甲同肩頸按摩，全套服務。啲技師溫柔到好似你初戀咁，手法專業到令你懷疑人生。呢種帝王級享受都係一包煙錢，我驚你直情想喺越南開張年卡。第二間 VVIP King Barber Shop 千祈唔好試啊！呢度啲 VIP 獨立房服務私隱度高到爆，師傅啲手勢專業到令你懷疑人生，由頭到腳嘅頂級服侍包你徹底沉淪，人均消費260至450蚊左右，我驚你返國之後根本接受唔到降級消費。第三間 VIP Luxury 怡華所千祈唔好試，呢度包辦全套理髮美容，做 facial 同全身按摩，每個細節都做到足，包你由頭到腳脫胎換骨，行出嚟成個後生咗10歲咁，人均210至360蚊。第四間 Full Moon Barber Shop 千祈唔好試，呢度90分鐘全套一條龍服務，包埋4手按摩、彩耳、洗頭、刮面、剃鬚、修甲同全身按摩，流程做到足，沖骨效果一流，幫你將所有疲勞一次過清空，人均180至270蚊。呢種舒服到入骨嘅體驗，我真係驚你試一次就上癮。最後一間 Haspa 千祈唔好試，雖然佢名義上係 Spa， 但佢啲洗頭套餐會配埋肩頸按摩同浸腳，有啲仲可以加配彩耳同修甲，俾到你 SPA 級數嘅頭部同身體大放鬆，等你洗個頭都可以全身嘆到盡，人均90至180蚊。呢種乾淨到極致又鬆泰嘅感覺，我驚你搞到以後有埋潔癖。嚟胡志明，千祈唔好留言問我地址，我一個人根本覆唔切，直接俾你哋問爆，自己拎走，唔使多謝，唔好話我冇提過你啊。